云何而得梵性清净？从菩萨位，乃于无上菩提之道。法会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修梵性时，应以持法而为所缘，坐以观察。所谓身业、语业、意业、佛法僧戒，应如是观，谓身是梵性也，乃至戒是梵性也。若身是梵性者，当知梵性，则为非善，则为非法，则为浑浊，则为臭恶，则为不净，则为可厌，则为违逆，则为杂染，则为死尸，则为重聚。若身业是梵性者，梵性则是行住坐卧，左右不是，屈伸不仰。若语是梵性者，梵性则是音声风息、胸舌喉吻、吐纳意纵、高低清浊。若语业是梵性者，梵性则是起居问讯、略说广说、欲说直说、暂说会说、安利说、随俗说、浅了说。若亦是梵性者，梵性则因视觉是观，是分别，是种种分别，是意念，是种种意念，是思维，是种种思维，是幻术，是眠梦。若亦也是梵性者，当知梵性则是思想，寒热饥渴，苦乐忧喜。若佛是梵性者，味色是佛业，受是佛业，想是佛业，行是佛业，事是佛业，味香是佛业，好是佛业，神通是佛业，业行是佛业，果报是佛业。若法是梵性者，未及灭是法业，涅盘是法业，不生是法业，不起是法业，不可说是法业，无分别是法业，无所行是法业，不合即是法业。若僧是梵性者，未欲流相是僧业，欲流果是僧业，亦来相是僧业，亦来果是僧业，不还相是僧业，不还果是僧业。阿罗汉相是僧业，阿罗汉果是僧业，三明是僧业，六空是僧业。若戒是梵性者，未谈常世界也，问清净世界也，教威仪世界也，三说结魔世界也，和尚世界也，阿都离世界也，法世界也，者袈裟衣世界也，气持世界也，正命世界也。如是观已，于身无所取，于修无所住，于法无所住。过去已灭，未来未至，现在空寂。无作业者，无受报者，此之不移动，彼事不改变。此诸何法，名为梵性。梵性从何处来？谁之所有？
体谓是谁，由谁而作，谓是有，谓是无，谓是色，谓非色，谓是手，谓非手，谓是想为非想，谓是行，谓非行，谓是事，谓非事。如是观察，但性法不可得不，三世法皆空即不，亦无取者不，心无障碍不，所行不二不，方便自在不，受无相法不，观无相法不，知佛法平等不，具一切佛法不，如是名为清净梵性。复应修习十种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处非处智，或现未来业报智，诸禅解脱三昧智，诸根胜劣智，种种解智，种种戒智，一切智处道智，天眼无碍智，宿命无碍智，永断习气智，于如来实力，一一观察，一一力中，有无量义，悉应咨问，闻已应起大慈悲心，观察众生，而不舍离，思维诸法，无有修习，行无上业，不求果报，乐知境界，如幻如梦，如影如想，亦如变化。若诸菩萨能与如是观行相应，于诸法中不生二解，一切佛法即得现前，出发心时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物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出发心功德品第17-20，天地始，白法会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出发菩提之心，所得功德，其量几何？法会菩萨言：此义甚深，难说难知，难分别难信解，难证难行，难通达难思维，难度量难去入。虽然我当成佛威神之力，而为汝说，佛子，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东方阿僧